今仔咱就煞来看这个竞争真激烈的台北市长的选战。蒋万安进前伫个美国考古局的所在地实国来做律师，民进党是质疑这个蒋万安当时是为中国企业咧服务，嘛来引爆着抗中保台之战。蒋万安嘛来批评着陈时中，伫个台北医学大学做董事的时阵，嘛有到中国的宁波去做交流。蒋万安是问陈时中，伊抗中保台的 DNA 伫个倒位咧？陈时中来回应，讲当时是管理病院的学术交流。伊讲伊对中国的态度就是袂故意来惹事端，真理性。蒋万安阁甲呛转去，讲莫逐届互选举，都摕抗中保台来制造分化对立。黄珊珊嘛来批评着陈时中，抗中保台的 DNA 是毋是甲病毒同款会突变呢？这三卡拄哦是当的火药味。谢你哦。今仔日透早，伫咧南京松江路口摆票，蒋万安看到土瓜的阿公经将过背过大路，佮有真侪点名记者行斑马线，就亲像伫咧行红地毯。甲阿公送去咧公车才离开，过去伫咧摆票时对了状况，互批评硬伫咧遐蒋万安，怎啊选择 DNA 进化咯？不过蒋万安因为是个新创律师经验，去李赢即其是为着中资公司服务。蒋万安前一天嘛讲，陈时中做北医董事时阵，嘛捌去过中国宁波，抗中保台 DNA 伫咧倒。医院管理的学术交流，董事会都是无几职，所以去那边跟他们做相关的一些交流，是理性。不挑衅，好，那不会太激进的，那的坚定不退却，基本上是这样的态度。是谁把慈济说成是中共同路人？民进党不要每一次到选举就在内部找敌人，就在内部制造分化和对立。无当就候选人黄珊珊嘛参战开骂陈时中。现在我要问一下他的 DNA 到底是什么？原来他 DNA 跟病毒一样，是可以随时突变的。未抗中，或者是抗中，政治人物参与两化交流，变装正常化、制度化，需要的不是 DNA，是你有这个智慧无？